世界万人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好，我是主持人黄平晴。我今仔毋是咧创妖假哦，我这是咧啥物？你掠做是咧人老哦。我甲你讲哦，这毋那是人老哦，有一群查某囡仔，因咧做女子马戏团。啥物叫做女子马戏团？甲人老有啥无共款？今仔日带你来看卖，来，我来讲落来看卖。 はい。我在拜拜，我唔是咧乱心啊，团长哈。来，你甲观众朋友，你讲你叫啥名？好，大家好，我叫做世阳。哪属羊？李世阳。李属羊。嘿。哦，李属羊。啊，咱这边做暖身吼。来，咱一位一位，咱叫啥物名？叫做廷宇。廷宇啊。思纯。思纯。子琳。梅啊。梅子。梅啊。梅啊。啊，这位。阿兰吼。你查某班呢？嘿。这查甫班长啊，拢查某班哦。系啊。啊，恁平常时若有出演，当然出演；啊，无出演就安尼乱心哦。嘿，甲你饲安尼。啊，毋就敢若舞蹈团共款的，啊，拢做啥物工课？即摆是较要凹来凹去。嘿啊，伫遐拉筋。哦，但是要溜来啦，哇这我这无法度。哦，你看起来恁拢有对哦，因这拢有对哦，拢是戏班出身的吗？拢是戏曲学院毕业。对嘛，所以拢是传统戏剧。学歌戏学，但是阮拢是学马戏。学马戏呢，所以我头仔讲吼，人老，伊讲我唔那人老啦，唔是咧安尼耍安尼跳，啊，佫有啥？还有杂耍。杂耍嘛吼。咱这个过去，咱咧影前看到迄人老就是安尼，哇，这边洗，但是啊，你那个人来弹来弹去，哟。还有叠罗汉啊，然后高空表演啊。哦，啊，试看卖，看有其他的啥物物件。我像我这安尼卡是这人工的关节，我这无法度，啊，就会当做啥物乱心。我们可以用手的来练杂耍。哦，我来试看卖，我来试看卖。哦，来，团长，啊，这要按怎练习？我们现在来先尝试丢一颗球，一粒炮。好，对，我们先来做一点基本的暖身，所以我们这边先3下，1下，一、 2下2、3，好，换手。管道嘞，面大概在你的额头前面就好。头下这样。1、 2、 3，然后换手。好，然后接下来就对1，弹来弹去，3、4。啊，有啥物其他讲一定要遵守讲，譬如讲啊，拄好弹着这个手掌。然后想着你的路线是有一点点，我们虽然是往上丢，但是我们丢球的时候它是要交叉的，所以呢，你就会有一点点斜斜的。爱掐。嘿，好，然后袂使安尼，敢若迄个橄榄耍呢。要有一点点，但因为我们现在如果你看哦，2颗我就会变这样，所以它会是有点这样啊。如果我们丢1颗的时候，它就会有一点点抛物线。对，啊，它其实顺序就是往上丢，所以我现在要给鹏仁哥试一下2颗。2颗呢，待会我们对不起，右手先加球哈，然后再斗球，好，所以会是1、2接，左手要再丢高一点，好，左手丢高一点，所以确认一下哦，我们右手丢多高，左手就要丢多高。你再看我一次哦，会讲1、2，所以我的2颗球的位置都会在这，视线放在正中间就好。1、2。对，很好。但是会惊，手会去。会这样前后，因为丢的时候啊，我们就是路线它是很固定的，所以想象你的路线是这样交叉的啊。因为我们左手本来就会比较笨一点点，所以你就会丢比较歪的这样。1、2，对，所以大家可以再高一点，你会比较好接。高一点，现在有点低，你看我的高一点，我就会有时间可以等它下来。哦，对。1、2，对了，好一点点，大概2再晚一点点丢，2再晚一点点丢啊，因为我们如果再熟练一点，就可以这样丢过去，丢回来，丢过去，丢回来，对，
因为我们3颗哈，就是都是交叉走，所以我示范一次，因为今天时间关系不够。好，没关系。对，会是这样，就是一直1、2、1、2、1、2，安尼。夭寿，你这是天生自然的吗？无，嘛是训练的。嘛是练的，嘿嘛是练偌久？练10年。我这练5分钟安尼啦，有法度。系啊，这是上简单的嘛。嘿，上简单的。啊，还有小可困难一点。有，有什么物件？嘿，还有嘿切砖加呼啦圈。切装啊角，嘿，以前的装啊角。安尼切落去。无，嘛是用杂耍的方式啊。来试看嘛。好。那不是啦，我就无这材料。鱼啊，吼，鱼啊，啊，这三地是要创啥？这叫做切砖，咱等下用沙地，嘛是有头拄迄杂耍的球共款，2只手，家己做变化。哎呦，你先让一摆看嘛。安尼上简单的，正手、倒手，过来双手。试看卖。咱会使徛起，徛起。来个哈。啊，咱的脚会使小可安尼有淡薄曲咧，嘿，这律动。来，是呀，对。咱正手过去的时阵，会使先回转开。哦。安尼。来，一摆哦。正手。正手。回转来。转来。倒手。倒手。嘿，这里。我这无2工，我就用洗头咯。袂，我嘛是安尼练来。来，直接倒手。哈。倒手。倒手。嘿，对，转来。转来。好，咱进阶2只手都会。咱就小可曲，中这个哦，一点爱曲落。嘿，曲落起来时阵，呀，对，好，过来，回转来，夹来。水啦！水啊！水啦！夭寿哦。咱过来，咱搁较进阶，咱再放头壳，啊，家变做环。变做环的。嘿。好。来，起起，咱共款，像共款哦，甲头拄共款，正手。正手。嘿，对，过来，转来，嘿，倒手，转来，转来，水，过来，水，等一下就是拍无啊！拍无啊！好，等一下换中这了，中这了去洗半咧，夹的。你正手小可家己，小可按一下，按一下对，位面顶按一下，按一下，对，哎呦，正手，哦，爱看咧，对，苦咧，快点苦，过来，对，好，快点等下吧，要过来，过一个，等来，要过来，水啊！水啊！这个看起来你是有较上太晒了，哎，对，哦，讲有较简单，拍专家咧，要拍专家，你阿有啥？过来进阶，来，即摆呢，咱来一变徛直咧，小弟咧，好，啊，即摆这看哪个像头拄啊球共款，弹来弹去，啊，即摆摕一个在正手，摕一个正手，嘿，摕面顶这个，哎，安尼嘛会使，好，等一个这个去你面顶，正手这个扛转来，变安尼。这个去你面顶，正手这个给扛起来。哦，某，你下摆会当卖安排这种较麻烦的。你头前表现了上好啊，真来使进阶。对，水，对，一摆，啊较紧，咱姐几乎同时。这爱剪掉。但咱几乎同时，一起你都会扛到，水扛，对，哦。感觉你会使成功，过你3摆你就会使成功。看他管。哎，是啊，这成功。后面迄落落去就剪掉吼。大家就会使卡。哦，这样呢真麻烦了。这我看见恁的表演比这复杂的足济咧咧。对，这个花式。啊，你来练偌久啊？我练，刚刚差不多10年。但是你下校并无教这呢吼。好好进前较少。吼。较少对。啊，这是刷来家己去学去练啊咧。啊，即马网络做侪，会使看的影片啊，做侪人，啊，即嘛做侪人去国外，就是家己专门咧学这样对。
他做去教，这会拄起来呢。对，高地一届。哇，这下海又真尖才有法度呢，这高地真重呢。啊，做伫遮。嘿对，塔。哦。嘿，爱塔好悬。会疼呢。一点嘛。一点啊，会疼呢。边是内的，小可内。哇，夭寿。哦，这爱练偌久啊？我嘛是练10年。10年哦。对。你头一摆这高地安尼拄掉，迄才爱练偌久？头一摆去就是一放手就全部拢落来，搁顶摆一届，全部搁顶摆。啊，这种体会，要安尼体会这种平衡感啊，啊，甲这动坏的所在，要安尼，你家己安怎想？爱去感受伊的中心，对，然后身躯就爱对伊的中心，到一点仔安尼吹。我看你无是定呢，需要心一下，对，就是咧找迄个重心。对，因为伊我都像开头较共款，完全拢无袂叮当安尼，所以小可一点仔去家己吹，伊才好着平衡伫面顶。哦，所以就他较开始安一地两地迄上简单。哦，那么啊，怎么安尼说？对，愈来愈侪地安尼。迄说嘛是去感受伊的中心伫倒位。哦。我嘛无伫遐无叮当嘛是爱小可一点仔安尼家己吹安尼。你感觉算到这上趣味的是什么代志，还是什么感觉？看到一个新的鸟的时阵，啊，足紧就甲伊连起来，迄种成就感就好。哦，其实这真侪这个网络顶头真侪这种物件。对，即嘛足侪人拢家己学，然后学甲就袂歹安尼。学甲袂歹吼。对。但是对你来讲，放伫舞台顶头，迄什么意义？放伫舞台顶。吼，那么变做戏剧啊，变做恁小咱要甲咱讲的人，恁有一出戏吼，要来创这个嘛，毋是讲叫戏啦，这个排练的这个物件叫金刚芭比吼。嘿，对。啊，若是创伫这个创的，因为这本对是讲哦，我足厉害，我足厉害。啊，你放入去，你感觉迄什么感觉？感觉放伫舞台顶上趣味就是看伊安尼，敢若无啥物。就是拢生做安尼，但是伫咧舞台顶，每一出戏拢有伊无共款的意义，嘛会当代表无共款的物件安尼。哦，所以这就是艺术，就是讲吼，我这功夫学掉了后，但是放在无共款的这个代志内面，啊，就是无共款的意义。对，赋予无共款意义。哦，这就是马戏团、马戏团、人流。上厉害的所在，对，吼，啊，佮有其他的团员，咱来看因咧人啥物。梅啊，搁咧串吼。加串。恁通常你安尼表演中一段拢偌长？一段哦，上精彩差不多4分半5分。咱伫市面上有甲看过什么瑜伽空无共，完全无共，无。啊，啥物无共？危险。危险。真危险。恁做的动作较危险。嘿，要较难。较困难。较困难。啊，较较复杂。
复杂哦。嘿，啊，你身体条件身体条件。够较好。哦，这不是咧练身体的健身，我睇看你安尼做，要放落来安尼嘿啊，真危险。你真悬，阮通常表演的高度大概三层楼。3层楼厝，嘿， 3层楼唔就7、8公尺。嘿，遮悬哦。啊，所以这敢若超6公尺。嘿啊，大概1层楼尔。啊，你若真正要出演的时阵，啊，唔就搁来吊搁较悬。够较悬。啊，下头有软性无？较早无，啊，即摆。较早无。较早无，我少年的时阵免，即摆老啊会惊。这跟老啊跟少年有关系。我心理关系啦。哦，你甲咱讲吼，练这个身体的这个状态啊，真好，这当然。嘿，上重要是啥物？上重要的是你爱无惊悬，哦，袂惊悬啦。袂惊悬啦，啊袂惊悬，啊，搁有你爱足有力量的。力头爱真够。嘿，用手去勒。嘿，你甲我讲，哦，这样软的。哎呦，哎，这是会扣的呢。嘿啊，这不是迄个死的步呢。会骨，就还佫会骨嘞。嘿，哎呦喂啊！哦，这还要顺。有看卖，哦呦，4分半5分，差不多。哦呦，哦，会烧，你就我这会烧呢，这溜落来烧呢。如果你很快滑下来，是会烧伤的，所以定就是身体会有很多烧伤。哦，啊，这样习惯啊，你这买保险买无啊？嘿啊，台北。但是你现在来经济来做表演啊？较早是老师叫我练的，老师叫你练。我就讨厌练这较早，因为这是阮下课了后练习的。大家咧放假的时阵，我拢练这，就是我们是住宿生嘛，所以周末的时候大家会放假回家休息。啊，我放假都在练这个。恁戏剧校内面来学这哦？系啊。啊，我还搁咧喘，我一边咧喘，我头安尼数下我就喘啊。哦，我这看也真简单，但人客看你也看，这骨溜哦，啊，搁有弹性的呢。就一块布尔，就是一块布。这是会张的、关安尼，这种的呢。你无歹溜了呢。哇，真歹呢，真歹了。哦，真好，哦，感谢。感谢，下一个。哇哈，这考几块哩？这5个吼，互你小喘者。哇，看到目睭就花去，真的哦。这5个，其实咱扛落去是真重。嘿，你会使做伙。对。我无1分钟就落落去啊。哦，
来控制。啊，练偌久？练偌久哦？这个动作嘛，这个动作，如果你每天很努力练习的话，你可能1个月有机会，但真的要很努力练习，然后看每个人的天分不一定，但都要有从刚刚前面的那个1个圈的基础，就看你前面需要花多久时间。我看我还是算啦，我要10年才有法度。纯粹只练这个动作的话，哇，要求！你是对下校就开始练这吗？还是出业了后才开始学这？大学的时候才开始的，在科班以前，高中以前是没有，上大学后啊，你高中科班是学什么？科班是练软骨功，软骨功哦。嘿，就是会使安尼，他安尼，胃管管安尼。啊，软骨功跟这有敢有关系？小夸有些动作可以一起串联的，你可以摇呼啦圈、劈腿啊，或是举脚下腰这样子。有一些动作是类似相同，可以去做连结的。跟倒的那。嘿嘿，不过有些不一样，就是真的像手上的东西就跟身体软骨功的动作不一样了。你甲咱讲哦，你对科班吼做软骨啊、做戏剧啊，来算这吼。是为着什么？是伤无聊，啊，这较趣味，还是讲这较好专家，较歹专家，什么理由？以前会想要再多练一个手上，因为练软骨功就是比较多身体的，想说练了手上的动作以后可以比较好去运用，不会因为场地的限制啊，或是天气，或是我身体可能哪一天不舒服的时候没有办法演出。哦，是加一项啊。加一项，不过练到后面就是兴趣，也是因为喜欢这个项目才会选择它来练习。所以哦，其实有影百项，甲过去的你学的物件，拢有累积，累积起来了，才有通开出新的物件。嘿，哦，讲有咧哦，继续来甲看落去。小串者。我本来想讲我要去体验一下吼，他开场哦，我看了你我唔敢。我觉得可以体验一个东西是，我们坐在上面，然后我们把我们的脚一个脚前跟后，然后我们把身体往后放就好了。好，来试看卖吼。我先示范一次。OK。思纯，好。蛋几呢？我们先这样子坐上去，然后等一下升高之后呢，先不用升没关系，升高之后手抓紧。等一下我们看看哪一只脚比较舒服，可以往后放。我们先把屁股往后坐到膝盖的位置，然后一个脚往后放，之后我们往前抬在这里，安呢，如果这样子可以，单脚吸腿可以的话，安呢，我们再右手抓的。放一只手哦，飞天啊呢，上我飞天安呢，记得这个左手要靠着这个环，我们等下试试看，我都会在旁边保护你。好，啦，来，先坐。先坐好，
然后我们等一下呢，我们只要脚离地到这里就好，一点点，安全第一，好啊，身高一点点，好，安尼好，安尼，好，啊一卡离开嘿，然后我们把手呢重心往前，手弯一点点嘿，啊这个膝盖帮我弯起来，然后脚尖点右脚的膝盖嘿，然后我们的右手稍微抓到这里，嘿，好来了，最难的要来了，左手沿着这个伸出去，安尼，安尼停住哦，停掉，4、3、2、1，就快笑面，抓回来，笑面上我本关，夭寿哦。然后好，谢你。哦，无应该，我应该用，无应该用双脚，爱用这脚较好。我这人工关节，应该用正脚。再试一次吗？会免啦。60岁啊，唔通。你这学偌久？从我大学的时候开始嘛，有10年啊。哦，大学内面有咧教这？有咧教这。啊，这上重要的是什么？因为我看哦，第一手要握得真调，哦，啊脚嘛要握得真调。像我头安尼握标，哇，就开始有伤纹啊。这个最重要的，它其实跟刚刚我们前面有一个绸吊的动作，身体特质很像啊。除了力气之外，还有柔软度，然后还有协调性，然后最重要的其实这个每个人假设身体都很好啊，可是你必须要可以去判断你自己在上面的安全状况，因为有一些人他可能很厉害，可是他没办法分辨他在空中的身体状态啊，所以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哦，若像阮这胖话，这绝对无法做。会使啊，练习就会使啊，练习就会使。因为这身体的条件真重要。吼，你若是顶半身伤重，啊，就得压落险了。无如果伤重，伊的手就要更有力，他的手如果更有力，他就可以克服其他的一切。所以每个人的条件无同款安尼。哦，设计动作嘛无同款。所谓的这个马戏团啊、马戏团哦，女性拢是配角，无论用弹啊，无要娇美的吼。但是恁所展现的唔那是安尼。咱小等啊，继续要来开讲啊，讲这。不过啦，先休困者，简单回来。我们想要翻转、颠覆，觉得女性马戏表演者除了柔美或是优雅，我们还有很多不同的形象可以展示给大家看。在这出戏里面，我觉得比较能做自己，我可以找到属于我自己的表演。我可以是调皮的，我可以是大胆的，我可以是有自信的，就是我可以做任何那个面向我自己。因为产业里面就是女性马戏表演者很少，那我们希望可以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女性马戏表演者，所以在2022年我们做了第1届的女子马戏平台。咱这出戏叫做《金刚芭比》，像何名？我好诶，你好呀？嘿，想要出这名？因为较早时阵，拢互人叫金刚芭比。哦，金刚芭比就是你哦。系啊，稳。硬哦。系啊。是安怎讲？较早时阵，我感觉金刚芭比这个名字比较是负面的。哎，是吗？有点像是会说哦，你很像金刚芭比，因为你很像很壮硕，然后觉得我们的查某囡仔就是金刚芭比。我较早时都小时候都被别人说什么，你好像是扛瓦斯的啊，好像被你一拳会被打死之类的，或是你的脚感觉可以踢飞很多人。但是还好啊，你也唔是迄个健身迄种肌肉安尼。因为在早期的。就侪人觉得，做表演啊，查某囡仔做表演拢爱水水啊，身材来苗条啊，白白安尼，就敢若舞者同款。
但是阮的身体训练不是比较跟舞者有很大不一样，所以早期在出来工作的时候，就比较多人会觉得我们的身材跟舞者很不一样。哦，是，这是头一个无共款，大家观众朋友马上就让看到。但这出戏要讲什么？这出戏叫做《金刚芭比》，我觉得虽然早期大家会觉得是一个负面，但我现在想要让它变成一个正面的能量或者正面的一个意义，所以我们想要作为金刚芭比，然后让大家看到不同于以往大家对于女性马戏表演者的一些形象，我们想要翻转、颠覆，觉得女性马戏表演者除了柔美或是优雅，我们还有很多不同的形象可以展示给大家看。哦，所以女性都要柔美、优雅，还有什么落来？像刚刚梅子讲的嘛，就是像可能以前大家在看表演的时候，不太知道美体是虾米，所以他不知道我们身上需要什么样的特质跟训练。但我们这出《金刚芭比》就是把我们的训练，然后让我们的身体呢能够自然的呈现给观众朋友。在台湾、亚洲的表演者，是不是就长得我们想象中可能广告里面那种穿长裙跳舞的人，闪闪水水啊，天仙美女啊。我要跟他们分享，这其实才是我们马戏领域里面女生受过训练之后正常的样子。像我们以前早期出来工作的时候，都会被可能一些不管是厂商啊谁啊，可能会要求一些事情。但是因为现在我们已经在这个圈子里面很久，要求什么？就要求的代志，你知无？就要求哦。按了迄个潜规则一种，跟潜规则有点不同，但是也有点像潜规则。他就是会希望他们先不会看到我们的人，他会看到我们的可能服装表，他会确认说这个人是不是太大只，还是安怎？胸大只、胸细只呢？可是他要的是很厉害的。你看刚刚那个梅子那个绸吊刚刚那个环假设他如果需要那么纤细的人，他可能又找不到他想要那么高。对啊，你要叫林黛玉来跳这，是不是就要学？他们希望我们功夫很厉害，可是又希望我们像模特儿一样，模特儿那样。然后太大只就会说哦，安尼不好看。然后就会要求我们可能要量体重啊，可能要报身材的三围啊。老实讲，这就是查甫人的世界。嘿对。哦，我用钱是主啊，我就爱主文这。这个节目就是要让大家看，阮有足侪面容，会使呈现给大家看。力量啊，等等的，想要传达给观众朋友，感觉安尼嘛会使有最有自信的。只要你感觉家己足水，最有自信，徛在台顶，你就是上青迄个青。他是我们所有人里面会最多东西的表演者，就厉害。我在练武术，练的是竞技男拳，嘛一直扣别人笑。所以讲我那查甫的啊，安尼，武术比赛冠军呢，后空翻安尼。咏春迄种的，无讲派别，但是差不多派别无讲。啊，这对你来参加这有帮助无？有啊，因为阮马戏的表演嘛，就侪项目会使家己咧踏出戏内底，对，所以武术嘛用伫咧做侪所在。哦，你安怎想？你参加这表演，因为我家己的观察，我是感觉这查某班到底甲咱查甫人咧创的时无啥共款，吼，咧揽起来啦，咧讲话啦，眼神啦，我感觉无共款。你安怎想？以前在表演上，可能常常都会说啊，你在台上笑，你就觉得在台上好像走一个样子，我是笑的，或是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个性。可是在这出戏里面，我觉得比较能做自己，我可以找到属于我自己的表演。我可以是调皮的，我可以是大胆的，我可以是有自信的，就是我可以做任何那个面向我自己。我当下跟观众，我想要怎么跟他有互动性，就是非常取决于我现在当下跟我的伙伴们之间，我们的很当下的一个演出，就是哦，所以你意思是讲，恁的表演其实内面啊带一寡即兴的。哦，就是我即摆感觉安怎爱笑啊，搁较笑，搁较安尼，像这种。或是说我现在这个动作，我觉得我是一个很调皮捣蛋的人，我不一定只有我在台上我完成这个动作，我只能亮相，我只能笑，我可以有很多种诠释的方式，较自由派就对啦。但是我要问这个团长吼，你看这查某班，你家己上大的感觉是啥物？虽然内面一个是恁
恁查某人。就我们过去在整个马戏的领域当中呢，就有很多女性在练习的时候，就是都是以女性为居多。那在毕业之后，就会发现这些女性的马戏表演者，就是都在因为社会价值观的关系，因为社会的一些印象下面，他们必须要离开这个领域，因为可能就是最基本，大家知道说就是要结婚生子这件事情是大家最基本的。另外一个是在这个环境当中，他们刚刚提到说，不管是挑剔或者是被贴上标签的这些东西，都会让女性马戏表演者在这个领域当中呢，会觉得没有得到一个被关注跟有存在的价值。所以我们那时候才会想说，想要做女马系列这件事情，是想要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然后让大家可以认识，除了台湾有很多优秀的女性马戏表演者之外，那我们也希望这个领域的未来的环境，还有它的所有的一些发展，可以朝越来越全面化，然后包含就是让女性马戏表演者可以很安心的在这个产业里面继续工作，或者是继续做他们喜欢做的事。观众朋友吼，听到团长安尼讲，其实伊讲到一个重点啦，吼，就是讲咱过去咧看表演的时候，定的性别化，吼，这个角色就是查甫人演，这个角色就是查某人演，啊，无就是男扮女装，女扮男装，吼。拢是真确定的刻板化，但是咱做这人老马戏团，想要来拍破这个既定的印象，啊，互大家会当认捌家己啊。因为看恁吼咧表演时，咱会当家己有一个代入感，讲这我会使，这我查甫我会使。啊，尤其吼，大家唔知哦，因这也有出国比赛，出国去表演。互大家来看咧现代的台湾女性是安怎款吼，咱继续来个听落去。其实啊，咱睇看这个。金光芭比吼是2024年伫巴黎文化奥运吼，恁受邀请去演出的。嘿，是。团长，你使甲咱讲，咱去迄摆演出的时阵，迄个情形大家的反应是啥物？去年去巴黎的时候，然后刚开始到现场，因为我们是。台湾的几个，就是大概20几个团队里面其中一个，然后也是就是唯一马戏的一个团队。那因为本来法国那边就是对马戏发展就已经是很长久跟很蓬勃的事情，那他们就是来看到就是由这一曲女性马戏表演者带来的这个作品之后，然后大家就其实对台上的演员们感到非常的敬佩，然后也对他们觉得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因为。就是在大家的过去的那个印象当中，就是很少会是让有女性马戏表演者担任主体，然后做整场的演出。然后在当下其实非常受观众欢迎，然后大家也都很喜欢，甚至在结束后也都就是想要找他们拍照啊，或者是想要找他们聊天。对。因家己咧，因为头一摆，算做头一摆伫外国人头前演出哦。唔是头一摆。哦。阮头一摆是咧。2022年，阮去迄柬埔寨，去柬埔寨啊，嘿啊，柬埔寨。哦，因遐的人是外国人看，是本土的人咧看？拢有呢，足侪外国人诶。因为阮去迄买迄学校义务，就侪甲外国马戏学校合作的一些计划，所以那个活动其实有很多外国人。因遐会接受的。阮头一摆去时阵，我足紧张的，因为。这是女子马戏头一届出国，阮头一届摕家己的作品去到外国人的一个环境中表演，还有阮是代表台湾，拢会足紧张的。因这个外国人头一摆看了，这唔是以前咱看的熟悉这种马戏，查某囡仔安尼穿水水啊来挂圆圆安尼，哇，敢若天仙美女，唔是讲你唔是美女啦，我的意思是讲。跟过去的印象无同款啊，因的反应。
因为大部分的马戏团队或是作品里面，很多时候的组成都是男生就贼，打包为主，嘿，女生就1、2个，所以就是那个比例上很悬殊。带着我们的作品去到那个国家的时候，他们看到我们这样的组成的时候，尤其是代表台湾的时候，对他们来讲，他们首先对台湾的马戏不是很了解。然后第二个是看到我们是以全女子组成的时候，就会特别的新鲜，然后会很好奇我们带着什么样的作品去到那个国家。然后当我们以全女子的状态在柬埔寨演出的时候，我们的感觉是很奇怪、很特别，因为刚开始做作品的时候，我们不太确定我们的方向是不是对的，不确定是不是好的，所以其实也有一点模糊的状态去演出的时候，还在半怀疑啊。嘿，半爱走文，真的要做吗？要做下去吗？这样，然后去到现场的时候，我们在演出的时候，发现有很多，因为在当地的，我觉得还是比台湾再保守一点，所以当我们穿的可能比较敷胎啊，跟他就是有点像是穿的比较比基尼。演出的时候，哇，台下第一次头一届在演出的时阵，有人吹，嘿，哇，一堆查甫观众一直吹口哨，我们吓到，我们在台上吓到，因为从来在台湾演出也没有人这样，在那个段落、那个时候很严肃的气氛下，会有人在选择那个时候吹口哨，然后很多此起彼落的，然后台上的演员在当时我们有受到很大的冲击。然后也有一点生气，我是有一点生气的。老兰，你做这些女性主义的研究的，你会生气吗？生气倒是不会，因为其实我觉得那也是我们第一次去到一个看起来都是亚洲，但是非常的有文化差异的地方去交流，所以我觉得那也是就是给我一个蛮有趣的经验，因为我会觉得。他们吹口哨，可是他们不知道他们就是他们，其实我觉得他们吹口哨，他们就只是因为看到了那样外形吹口哨，可他不知道我们站在台上穿着像敷胎或是内衣一样的衣服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其实中间发生了吹口哨，但是演出结束了之后，除了有那时候还有法国的马戏学校的学生，然后还有他们当地柬埔寨马戏团的人，像刚刚梅子有讲说，不是很多男生，只有1、2个人女性在里面，他们柬埔寨当地的团就是这样。但他们当地的团的女性跟其他或者一些人看我们演出之后，他们就一直哭，是很感动。他们会，我觉得他们其实从来没有办法感受过，原来马戏表演可以是这种感觉，从来不只是一种好像我只能展现跟别人合作，或者是展现我自己的特质。一结束之后看到他们在哭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们一起做事情非常的有人感动的。它是一种给别人能量的一个过程，现在想起来是快乐的。当下比较年轻的时候，想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因为我是创作者，所以我觉得那个当下听到吹口哨的感觉，我觉得除了愤怒之外，我觉得是在那个时刻我好像觉醒了，我很确定我现在做的方向是对的，因为我就是想要阻止这样的声音。所以，然后我们选择阻止的方式是更坚定的站在台上，然后更自信的去凝视他们的双眼。用表演给说服。嘿。当我们走到他面前的时候，哎呦，反而不敢吹了。而且我们有一段很可爱，因为我们其实最后有一段是会对着镜，就是全部的观众，然后用我们各种不同的姿势跟马戏的专场比他们中指。我们那时候一比出来的时候，那个台下就然后整个暴动这样，就是从前面吹口哨延续到最后面那个能量。而且你会感觉到台下暴动跟鼓掌的大部分都是女性。就是有一种发泄，会有一种觉得早就想要做这件事情了。我会来找您吼，有一个意图啦吼，因为譬如讲18世纪初年吼，在美国吼，因为 cabaret， 真侪黑人女性，吼，但是黑人女性吼，大部分拢装作啥？装作非洲人，大肌的这羽毛啦，脚床翘啦，跳高山舞啦，吼。后来一个上有名的黑人女性叫 Josephine Baker，伊是真厉害的俳优，会晓唱歌，会晓跳舞，跳迄个 jiggling 哦，跳得真厉害。但是伊始终变做后来一个人女性主义研究的题目。你说伊这到底是变做是男性？想象吼，男性的这个投射讲，这安怎是白皮肤安怎？我要问团长吼，你成立这个查某班的这女子马戏团，你是这种料想、这种想象，
还是讲无啦，阮某就要甲我逼着啊，被环境来所致安尼，你安怎想？我觉得我们当初就我先说明一下我们团队的组成，就我们团队其实女子马戏是团队的一个系列。那我们团队里面其实也是有其他的男性在，就是在这个组织里面。那我们当初会想要做女子马戏，很单纯的就是刚开始最单纯的是，就是梅子那时候想提出了一个，就反正我们就也很常演出，开车在路上，他就突然在后座就突然跟我说，我想要做一个就是全部都是女性马戏表演者的作品。然后我们从2019年开始做了一个概念版。然后发现反应还不错，就大家觉得这个好像看起来未来还蛮有发展的。然后我们知道2020年就把女马系列这个作品做成完整版，然后做完完整版之后，我们就在思考说，那要接下来下一步要怎么让更多的女性马戏表演者加入？就回扣到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是因为产业里面就是女性马戏表演者很少，那我们希望可以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女性马戏表演者。后来我们就想着，然后我们就说，那不然我们来做一个创作培育型的平台。所以在2022年，我们做了第1届的女子马戏平台。所以有想要有志一同的，拢来恁这个平台来练习，来斗相共来创作安尼。对啊，就透过这样的方式呢，让大家可以知道说，这边有一个非常让大家可以很自在，然后可以很安心创作的一个空间。因为其实真的在我们的领域当中，很少可以看到女性的创作者，除了女性马戏表演很少之外，对，查不到有女性马戏的创作者，所以呢，我们才想说，想要成立这个平台，然后也透过我们在做女马系列这件事情，让它可以同步前进，然后可能未来到某一个交叉点的时候，就可以把那个能量就是扩散出来。我认为他看恁在做这个表演的时阵。我上大的这个感动啊，是讲理解，就是讲，恁两个咧发展，那么真有这个未来性，因为这个未来性是因为恁互相有信赖，有信任，而且有信心，这个创作是无限的，而且这个冷却过去嘛无人打过，我要上后要问恁三个，种同款的问题咩啊？恁然后你家己想要搁再发展什么物件，还是讲你要做到什么代志？我想要越来越多人加入我们这个群体，就是女子马戏这个群体，然后让大家有不同的管道跟发展，在不同的支线，有点像这样，每一个人都会当去做家己想要做更快乐的代志。来老兰你，我不管是学习也好，我希望把女性主义跟马戏这件事情，它可以放进来讨论。那当然讨论可能有很多，可能就只是像我们在这样聊天，然后让更多的人有办法去，因为像刚刚讲的，可能很多人参与，可是像其实很多人参与，他可能会疑惑说为什么我要做这个表演？然后，但我现在在学习的东西，它其实就蛮可以帮助我自己或是身边的人去发展、去探索自己的面向，所以我就可以希望把这个东西拉进来给我自己的创作，然后分享给，也不能说所有人，就是让有意愿的人都可以一起加入。团队呢？我自己是希望，可以把团队的作品，就是跟梅说一样，带到世界各地之外，然后同时也让整个台湾的观众去知道说，其实马戏现在已经不是大家想象过去中的那个样子，而是用了更当代的模式跟更新的风格，然后让这些作品可以透过这些优秀的表演者们，然后让他们来诠释什么是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期待的当代马戏的样子。是啊，这个世界万人代拢伫咱台湾新眼界。新眼界今日来甲看观众朋友掠出人流啊，就是红白书啊，但是看起来就是剧场啊，唔那是剧场我感觉这是人生场每一个人在遮找到自己，看到家己，不管你是表演者还是观众，拢有当看到讲原来人的身体是安尼，唔那是女性，这就是人体，唔那是肉体安尼。真侪人过去来看这个马戏啦，就是看这看得真牛，但是看这种身体的可能性，甲透过戏剧，我相信以后还佫有真侪佫较侪可能性，在这女子马戏团顶头。感谢三位，感谢。
感谢。感谢。右手、左手、右手，哦。所以大家可以再高一点，高一点你会比较好接，高一点，现在有点低。